Hello， 我係寶榮醫師，歡迎大家嚟到漢興中醫常用中藥系列嘅教學。今天我哋會同大家講講一個平時大家都會見到又好實用嘅中藥材紫蘇葉。喺日常生活中，生活節奏越嚟越快，尤其係現代都市生活，好容易就受天氣變化影響，導致感冒、咳嗽甚至肚子唔舒服嘅情況。其實喺我哋中醫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植物都可以幫我哋調理身體。紫蘇葉就係其中一個非常實用嘅藥材。今次我哋就嚟深入了解一下紫蘇葉嘅背景、功效，甚至教你幾個日常可以用得着嘅用法。你知唔知道紫蘇葉其實喺好多地方都好常見呢？佢除咗係中藥嘅重要一員，仲可以喺我哋日常嘅主食裏面用到。舉個例子，好多人都中意喺煮魚或肉嘅時候加少少紫蘇葉。除咗增加香味，仲可以幫助解毒，尤其係食咗啲海鮮或者蟹啊、蝦啊，有啲中毒預防或者緩解嘅效果。咁樣嘅實用又唔失味道，你試過未呢？好啦，咁我哋跟住嚟就講一講紫蘇葉喺中醫入邊嘅角色，因為佢唔只係一個香料咁簡單喎，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功能就係解表散寒。呢個詞對唔對你嚟講可能有啲陌生，但其實就係幫助我哋出汗，趕走身體裏面嘅寒氣。同時佢仲可以行氣和胃，特別係喺你覺得胸口悶或者肚子脹嘅時候，用一啲紫蘇葉煎湯，幫助醒醒胃、行氣。除此之外，紫蘇葉仲有化痰止咳嘅作用喎。你有冇試過啲小朋友一感冒就咳個不停？用啲紫蘇葉加少少生薑同陳皮煎成茶飲，唔單止可以緩解咳嗽，仲可以幫助醒胃，真係幫到手喎。講到呢度，唔少人都係因為風寒感冒而出現頭痛、身熱、寒震，咁用紫蘇葉就派得上用場啦。喺我哋中醫師遇到呢啲情況，會建議係配合啲香附、陳皮煲一個香蘇散，效果更佳。不過要提醒大家，紫蘇葉雖然性溫，但出汗散寒嘅作用較為緩和，所以如果係重症，可能都仲需要加其他藥材一齊用。除咗風寒感冒，紫蘇葉都可以幫我哋寬中除脹、和胃止嘔。尤其係孕婦有時候會出現噁心、嘔吐，好多中醫菜譜都會推介用紫蘇葉嚟幫助理氣止嘔。有啲人會同砂仁或者丁香一齊煲，效果更好。如果係熱嘅體質，用黃連或者蘆根配合，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仲有啲更特別嘅用途，紫蘇葉仲可以用嚟解魚蟹中毒。係啊，喺傳統中醫入邊，如果食咗啲唔新鮮嘅海鮮或者蟹，會有中毒情況。呢個時候飲一碗紫蘇葉煎湯就可以幫助解中毒，減少不舒服。另外，有啲人都會用紫蘇葉同薑、陳皮、廣發香一齊煲湯，幫助解毒，尤其適合喺季節變換嘅時候，幫助我哋抵禦啲外感風寒。講到呢度，紫蘇葉配搭都幾多嘅，常見嘅配伍就例如配廣發香，用嚟化濕和中，或者配蟬退，喺外感風熱嘅情況下幫你疏散風邪，咁就比較平和啦。再例如配苦杏仁，就可以協助止咳平喘，尤其適合咳嗽、痰稠或者鼻塞嘅症狀。喺用法上，成年人每天用量大約5到10克，煎煮出嚟飲，用嚟治風寒、咳嗽甚至嘔吐都幾管用。但有啲人唔知道，需要注意嘅就係啦，陰虛、氣虛或者係發燒、溫病嘅人要慎用紫蘇葉，或者用量要控制，因為佢性溫，唔啱啲身體偏虛或者已經有內熱嘅人嚟食。最後，我想再提一提，紫蘇葉唔止喺中醫裏邊有佢嘅重要角色，佢更加喺我哋日常飲食中扮演咗一個香草嘅角色。可以喺煮青菜或者魚嘅時候加少少紫蘇葉，不但令味道更豐富，仲有助舒緩身體，真係生活小確幸嚟嘅。咁今次嘅紫蘇葉小知識就嚟到呢度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喺日常生活中善用呢個平價又實用嘅藥材，幫助自己同家人保持健康。你哋平時有冇用過紫蘇葉？又或者啲食療心得可以分享俾我哋聽呢？可以喺留言度話我知啊。仲有，唔好忘記支持我哋嘅頻道，訂閱、讚好、分享呢個節目，俾我哋多啲動力，持續帶嚟更多有用嘅中醫知識。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